日头等来咱国内，明年义务役的役期会恢复做1年。国军组建的部队也是以志愿役为主。不过最近这几年志愿役的人数减少，到今年6月底，敢若有155000多人，是创下5年来新低。有专家就分析，除了少子化以外，志愿役的薪水低、工课内容太过嘈杂，才拢有影响。而且上界重要的是要增加志愿役的留营率。国军演习反登陆作战操演，展现消灭敌人的战略。国军保家卫国，寸土不让。不过，根据立法院预算中心的报告指出，作战部队主力的志愿役，最近这几年人数愈来愈少。到今年6月底，敢若有155218人，创下2018年度以来新低。队员使用破门锤及手榴弹先行处理。甲门弄开，加上震撼弹，特战部队实施攻坚演练，展现全方位的战略。不过，立法院预算中心的报告指出，这领战斗家己部队的表现比无甲8成，恐也影响新式武器的筹备甲人员训练。专家分析，志愿役的人数减少，除了甲少子化有关系，还佫有薪水无像外国军队遐尔好，工课内容伤介嘈杂，民众对军人的认同感拢有影响。虽然肯定国军招募的效果，不过问题关键可能也是伫咧留营的比率。它有一些杂物会影响到部队的一些训练跟士气。譬如说，我从事救灾之后呢，往往按照部队实务来看几乎没有补休的机会，补足这个缺额的部分的话，其实我反而是希望说，再增加说我们叫留营率的部分陈国明表示，武器愈来愈精密、先进，伤害力大，人员更加需要完整的时程来训练，避免操作失误带来重大损伤。建议予部队减少外部的干扰，专心做战备的训练，无定着会当提悬留营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